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你今年65歲，或者你已經68歲、70歲、72歲，總之你已經進入嘅65盞至75歲，即個人生階段，我想請你認真聽我講幾句。這10年是你人生最後一個可以主動做出改變嘅10年。過了75歲之後，你嘅選擇會越嚟越少。你想搬屋，可能體力已經不允許；你想投資，可能判斷力已經不如從前；你想同家人講清楚一些事情，可能溝通能力已經開始退化。你想修改遺浪，可能精神狀態已經不被法律認可。到嗰個時候，不是你在企行人生，而是人生在推着你走。我見過太多人65歲嘅時候精神奕奕行得走得，手上有幾百萬積蓄，子女孝順，覺得退休生活就係擔世界飲茶去旅行。結果10年之後75歲嘅時候，變成了被困在輪椅上嘅老人，錢花光了，子女為你財產反目，自己嘅身體又開始出現各種問題。最慘嘅時候，連一個可以商量嘅人都冇，實是恐嚇。這是我見過太多真實案例之後嘅肺腑之言。今日我要講5個準備，是心靈雞湯，不是叫你保持心情開朗這類空泛嘅話。我要講嘅是很實際、很殘酷，但你必須面對嘅5件事。聽完之後你可能會不舒服，可能會覺得我講嘅很難聽，但我寧願你今日不舒服都好過你10年之後喊都冇眼淚。第一個準備，重新計算你嘅財務狀況，你嘅錢到底夠唔夠用？很多人退休之後最大嘅心理安慰就是覺得自己有積蓄，但我想問你，你有幾多積蓄？300萬、500萬、800萬？聽起嚟好似很多，但我要同你計一筆數。香港人嘅平均壽命最強潮名列前茅，女性接近88歲，男性超過83歲，這只是平均數。如果你今年65歲，而你嘅身體沒有乜大病，你很有機會活到150歲以上。有些人甚至90歲嗰5歲。換句話說，你退休之後嘅日子可能是20年、25年，甚至30年300萬。如果要用30年，1年只要10萬，一個月只要8000幾蚊。在香港要應付生活開支是非常吃力嘅，而且你忘記咗2件事。第一件事是通貨膨興，今日一碗雲吞麵45蚊。你估10年後幾多錢？20年前一碗雲吞麵10幾蚊，今日已經40幾蚊。痛定是一隻無聲無息嘅老鼠，日日夜夜在咬你嘅積蓄，你會即時感覺到痛。但10年之後你會發現個洞已經好大。第二件事是醫療開支，我講一個真實嘅情況俾你聽。一個人由65歲到75歲，醫療開支可能每年幾千至幾萬，睇下醫生攞下藥，夾在可控範圍。但是過咗75歲之後，情況就完全不同啦。中風、認知障礙、骨折、癌症，這些大病不一定會發生在你身上，但隨着年紀增值，發生嘅機會只會越來越高。一旦你需要請一個人照顧你，一個月至少6、7千蚊。如果你需要入住安老院舍，一間好少少嘅私營院舍，一個月15000至3萬都有。如果你需要長期請私家看護，一個月3萬起跳。辛苦儲你一世嘅錢，可能最後3、5年就全部花光。我見過一個真實個案，一位先生姓陳，73歲，一世做生意，儲了大約600萬，打算用來養老。他73歲那年中風，半身不遂，得嘅太太70歲照顧不到啦，唯有請人，最後要送去安老院，一個月2萬幾，一年就係30幾萬。最終5年後佢走嘅時候，600萬只剩低幾十萬。層樓因為要支付院舍費用，也不捨得賣，留給你太太。佢最後同我講句話，我到今日都記得，如果早知我就唔會。所以第一個準備是什麼？就是你今日即刻坐低，拎張紙寫清楚你手上有幾多現金、幾多股票、幾多保險、幾多物業，每個月有幾多被動收入，例如租金、年金、強積金、提取政府津貼，每個月固定支出是幾多。然後你再問自己一條最難嘅問題，如果我活到90歲，我的錢夠不夠？如果答案是不太夠，你就要開始行動。第一，檢討你嘅資產。結果好多香港老人家全副身家困在一層樓裏面，間屋值1000萬，但你1蚊都拎唔到出嚟用。你住在裏面，面對着1000萬嘅物業，但每個月嘅生活佢卻捉襟見肘，即叫做資產富有，現金貧窮，是香港中老年人最普遍、最致命嘅一個陷阱。你要認真考慮幾個方案。安老按揭係一個選擇，將層樓按給銀行，銀行每個月出錢俾你，你可以逐啲用，或者賣樓，賣出層樓之後換一間細啲嘅單位，套現幾百萬出嚟，攝住敗家，即叫做資產活化。我講一句很難聽嘅說話，
你的晚年不應該由你子女的期望嚟決定。如果你為了留層樓俾仔女，搞到自己最後幾年冇錢醫病、冇錢請人照顧，你覺得值得嗎？第二，你要認真檢討你嘅保險。好多人到咗65歲才發現，原來自己嘅醫療保險過你70歲之後就不再受保，或者保額低到完全不夠用。如果你還未過70歲，你還有時間可以處理過呢75歲，你想買都沒有人賣給你。呢個時間窗口是會關閉嘅。第三，如果你手上有一些現金，不要全部放在銀行收息，也不要聽人講去炒股票。你呢個年紀投資嘅第一原則不是賺幾多，而是不要輸一個35歲嘅人輸啦，還有30年時間可以追回嚟。你65歲輸啦就很難追回嚟啦。第二個準備，做好3份黨，自己在不清醒嘅時候，仍然有人按照你嘅意願行事。好多人以為人生最慘嘅是死亡不是敵嘅。人生最慘嘅是你還活着，但已經冇有話事權。我講一個真實情況，佢哋聽。一位女士，正你76歲一直好精神，自己一個人住很獨立。有一日，她起身時撞親額頭，送去了醫院。做完手術之後，她開始出現認知障礙嘅症狀，醫生評估她已經不具備精神行為能力。這時候，佢的子女想去銀行幫她攞錢出嚟請看護。但銀行不會讓一個被評定為喪失精神行為能力嘅人操作戶口。他唔想賣樓，但簽唔到合約。李女士自己想表達意願，但法律上佢哋意願已經未被承認。最後佢哋子女要去香港法院申請做監護人或者產業受託監管人。呢個程式在香港可以搞幾個月甚至1年。這段時間銀行嘅錢冇人用到，等成嘅個費用要子女自己先掏錢出嚟。然後子女之間開始入同意見，大佬話賣樓，細佬話唔好賣，一個原本恩愛嘅家庭因為這件事反面裂。由始至終，李女士本人一句話都講唔到。有時她清醒，但已經變成了一件被人安排去嘅物件。這是我見過最立良嘅一種晚年。所以你必須在清醒嘅時候，在聽得明講得出說話嘅時候，做好以下3樣事情。第一，持久授權書簡單講，就是當你清醒嘅時候，指定一個你信得過嘅人，可能是你的配偶、你的仔女，甚至你嘅律師。如果將來有一天你喪失你精神行為能力，呢個人可以幫你處理你嘅財產。這份黨在香港必須有律師和醫生係見證，你不可以自己寫張紙就算數。而最關鍵嘅事，你必須在清醒嘅時候簽。一旦你喪失你精神行為能力，你想簽都簽唔到，到時就要走法庭那條路，又慢又貴又傷感情。第二樣，預設醫療指示，這檔嘅內容更加少人知道，但一樣重要。如果有一日你年老患病，醫生問你家人有冇幫你做心肺復釋，有冇用呼吸機維持生命，你的家人會怎樣回答？我講給你聽，他們會慌，他們會怕，他們一定會說要救，一定要救，因為他們不敢負上不救嘅罪名。但最後的結果可能是你被插滿喉管，躺在床上多捱幾個月甚至幾年，因為你冇講過你嘅意願。預設醫療指示就是你自己白紙黑字寫清楚，在什麼情況下我不用接受某些治療，我不要插喉，我不要用呼吸機拖住。這份檔需要由醫生見證，不是自己寫就算數。你送給家人最後一份最大嘅禮物，就是幫他們免除做咗呢個最難嘅決定。第3樣，魏朗知好多老人家好抗拒講遺囑，覺得自己都未死，講這啲不吉利。但香港每年有幾多個家庭因為一層樓、一個戶口、一筆錢，兄弟姊妹反目成仇，10幾年都講一句話，我見得太多啦。最臨次嘅是，筆錢可能最後大部分都給咗律師，而你留下來嘅不是財富，係一個炸彈。等你死了之後，在你家人中間引爆。而且我要提醒你，在香港，如果你冇立遺囑，你嘅遺產分配可能同你心裏面嘅安排完全不同。根據法例，如果你有配偶和子女，你嘅遺產是配偶和子女一起分，不是配偶全部拿走。如果你有某個特別想照顧嘅人，例如一個照顧咗你10幾年嘅子女，或者一個經濟特別困難嘅親人沒有遺讓，你的意願就無法實現。這3份檔，持久授權書、預設醫療指示遺讓，我稱之為晚年3寶。有你這3樣東西，就算你有一日躺在床上講到說話，你嘅意願仍然有人執行，你仍然是話事人，這才叫做有尊嚴。第3個準備，重新定義你同子女嘅關係，由我養你變成我哋各自獨立。這一段可能會得罪很多人，但我一定要講。
我見過太多香港老人家之所以晚年痛苦，不是因為錢，不是因為病，而是因為他們活一輩子都沒有底線。我講幾種你可能聽完會不舒服情況。第一種，老人家幫仔女俾首期，結婚要買樓，俾不起首期，老豆老母將自己嘅棺材本全部拿出嚟俾300萬首期，然後老人家自己住舊唐樓，5層樓梯，每日行上行落，1個月都唔出幾次街，但埋要同人講仔女好孝順。第二種，老人家幫仔女湊孫，仔女要返工，將個孫交俾阿媽唔落，老人家60幾70歲，每日5點半起身煮早餐，送孫返學接孫放學煮飯，面後做功課，搞到腰骨痛，頭髮都白晒。但仔女每個月俾2000蚊家用，老人家還要貼錢，最後連自己嘅身體都搞垮。你第三種，先係老人家出錢俾仔女做生意，仔女話有個好機會要150萬，老人家借你自己筆錢出去，然後就未有啦。老人家不敢問，因為怕傷感情。但那150萬本來是他用嚟養老嘅。說話你不應該幫子女血濃於水，你想幫他們行增長。但我要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幫他們是因為你有能力幫，還是因為你覺得唔幫就冇人要你？好多香港老人家潛意識裏覺得我必須有利用價值，子女才會理我，所以我不斷付出，不斷遷就，不斷煮飯，不斷退讓，因為我怕有一日我俾唔到嘢佢哋就唔憂我，即係從關事嘅根源恐宰。而最含黐嘅係，你急得越多，你在他們心目中嘅價值反而越低，因為人性就是你無條件付出嘅東西會被視為理所當然。我給你3個具體嘅建議：第一，要畫一條線，而且要講出口，不要用暗示，不要用嘅氣，不要期望對方會識做。你要好平靜、好清楚咁同子女講：我已經有 X 萬儲蓄，這是我和你媽媽用嚟養老嘅。我估計要用到90歲，所以我可以在能力範圍內幫你，但幫唔到全部。這句話講出口很難，你會覺得好像好現實、好難為情。但是你不講，你嘅子女永遠不知道你嘅底線。而當人不知道底線嘅時候，只會不斷試探，直到你崩潰為止。清楚嘅界線不是冷漠，是對雙方嘅尊重。第二，如果你真的要夾錢，請你講清楚是送還是借。如果你確定嘅100萬是送嘅，你要接受一個事實，送咗出去就不再屬於你。不好每次吃飯都提起我俾咗100萬你，你一提起對方就會由感恩變成厭煩。如果是借嘅，你就要寫清楚，寫一張借據，2個簽名。你可能會覺得叫仔女簽借據好難聽，但我問你，如果你嘅子女離婚，但另一半話即係層樓有我份，你拿100萬首期就飛走啦。如果拖着生意失敗，債主上門，那100萬就變成啦拖着資產被人家拿走。寫清楚不是不信任，寫清楚都去保護你嘅仔女，也是保護你自己。第三，你要開始建立一個不依賴子女嘅生活，這是最難嘅，但也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嘅快樂還長取決於仔女幾時打電話嚟，仔女幾時嚟探我，你嘅情早就完全掌握在別人手上。他們今日唔理你，你就不開心。他們一句說話講得唔好聽，你就傷心幾日。那種生活好痛苦，而且很不健康。你要有自己嘅生活，可能是一班老友，可能是一個興趣班，可能是做義工，可能是去行山，可能是學習用手機學電腦。總之你要找到一些不需要依賴子女，你自己都可以做得開心嘅事情。你嘅子女有他們自己嘅人生，你會是他們人生嘅主角。同樣，他們也應該是你人生嘅主角，各自精彩，可能才是最好嘅關係。第4個準備，為身體退化做預防，而不是等問題發生才嚟驚慌。好多人一講到健康，就多做運動，早睡早起，飲食清淡。這些冇行多講，我講一些更具體嘅事情。65到75歲，即10年身體會發生幾件事情，這些事情可以提前預防，但一旦發生就很難逆轉。第一件事，肌肉流失，即老人家健康嘅頭號殺手。但舊成人知道，人過了60歲之後，如果不做阻力訓練，每年會流失2%到2%嘅肌肉。你可能會覺得，我又不是要做大力士啊，流失些肌肉有什麼問題？問題是肌肉流失會帶嚟3個致命嘅後果。第一，你會容易跌倒，因為你嘅體力不夠，平衡力差。而老人家跌倒，可能只有一世人遭骨折。之後老人家年內嘅死亡率相當高，急嚟跌死，而是跌嚟之後有遭床，遭床就會有肺炎、褥瘡、血栓，然後身體一路走下坡。好多老人家嘅晚年由一次跌倒開始崩潰嘅。
第二，肌肉嘅代謝器官肌肉流失，血糖就會變差，更容易有糖尿病。第三，肌肉少啦，活動能力就差，活動能力差就不想出街，不出街就冇社交，木有社交就容易抑鬱，然後就更加不常動，即係呢個惡性循環。所以我講一句，你65歲之後應該做嘅運動不是散步，是練力量。我不是有你去健身室舉鐵，你可以在家做深蹲，可以舉下50，可以做一下簡單嘅阻力訓練，每日15分鐘，你可以將你嘅晚年質素完全改寫。第二件事，認知功能下降，這件事好可怕，因為它可以嚟得很無聲。而研究發現，認知障礙嘅其中一個最大風險因素是聽力下降。好多老人家不肯戴助聽器，因為覺得戴落好似好殘廢，因為覺得貴，因為覺得我仲聽到唔使戴。結果因為聽唔到別人講話，就不想社交，不想出街，腦部受到嘅刺激越嚟少，退化得越嚟越快。這不其嚇你聽問題認知障礙有實實在在的關聯，同樣視力問題、牙齒問題也要及時處理。有問題不去解決，只會加速退化。第三件事，孤獨嘅危害等同每日抽45支煙。即係我講嘅是研究講嘅，長期孤獨嘅人，心血管疾病、認知障礙、抑鬱症嘅風險都會大幅上升。而香港嘅老人家有幾多個係獨居或者名義上同人住，但沒有人可以傾偈，數字相當驚人。好多男性老人家退休之後，最大嘅問題就失去咗社交圈，一世人識嘅朋友全部係同事，退休就全部散啦。但他不懂得交新朋友，因為一世人可能都冇學過。我講一句好實在嘅說話，朋友是要經營嘅，不會等你。你要主動約人，主動參加活動，甚至要主動到有少少厚面皮。你可能會覺得難為情，但我問你，你想難為情幾分鐘，定係想孤獨10年？第5個準備，真真正正弄清楚你想怎樣結束，即係最難講嘅部分，但亦最重要嘅一個部分。中國人最忌人講死，一講大家就呸呸呸。但我問你，你逃避講這件事就不會發生嗎？死亡是唯一一件100會發生在你身上嘅事情。你人生所有事情都有變數，只有這件事。你為仔女嘅婚禮準備1年，為一次旅行準備3個月，但你為這一生人最重要嘅一件事準備係乜？我講嘅準備不是叫你日日想着死，日日擔心。相反，只有真真正正接受我會死這件事，你才真正懂得怎樣活。我見過太多老人家因為怕死不敢去旅行，不敢曉東西，不敢用手上嘅錢，怕將來不夠。結果呢？結果他活到90歲，但過後20年每一天都只是生存，不是生活。我認識一位老先生，82歲醫生診斷，他大概係有1年時間，他將所有事情安排好，寫好遺囑，做好持久授權書和預籍醫療指示。然後他將一部分錢拿出嚟，同太太去咗3個他一直想去嘅地方旅行。回嚟之後，他約你每一個最重要嘅朋友食飯，逐個講多謝、講再見。他寫你幾封信留給佢嘅子女。最後他走得好平靜。但太太同我講，他最後1年活得比好多人一世都精彩。為麼？因為他不再恐懼，因為他已經準備好啦。所以我想同你講，第一，講一些你一直想講但未講出口嘅說話。心裏面有沒有一個你想多謝但說出口嘅人？你有沒有一個你想和解但拖你幾十年嘅人？你有冇同你嘅仔女、你嘅伴侶講過我愛你？好多人在臨終時最大嘅遺憾不是錢不夠，是我有句說話冇講到。而當你講嘅時候，那個人可能已經不在啦。窗口期是會關閉嘅。第二，用應該用嘅錢。我講一個殘酷嘅事實，你死後留下嚟的每一蚊，都是你生前沒有享受到嘅人生。我不是叫你散盡家財，我是叫你留夠醫療和養老儲備之後，將剩下嘅錢用在自己身上。你65歲嘅100萬可以去旅行、去食好嘢、去玩到好開心。你85歲嘅100萬只可以支付醫藥費和護理費，同一筆錢價值完全不同。我見過太多老人家一世慳慳埋埋，最後留下幾百萬，仔女用嚟買車買樓去旅行，而自己卻連一次小小嘅旅行都唔有去過。第三，弄清楚你想留下什麼給後代。我講嘅不是錢，而是你的故事。錢10年後就會花完，但你的故事、你嘅人生經歷，你是怎樣嘅一個人？你嘅父母是怎樣嘅？你細個嘅時候經歷過什麼？你愛過什麼人？這些東西，如果你不留下嚟，就會永遠消失。我建議你手機開個錄音，將你嘅故事講一次，或者用筆記本寫下來。
這可能是你留家後代最珍貴嘅遺產，比錢更加珍貴，因為錢會用完，但一個家族嘅故事可以傳3代。總結65到75歲，稱之為黃金10年。為什麼叫黃金？因為這段時間你嘅身體還可以，你嘅頭腦還清醒，你手上冇資源，你還有選擇權。這10年是你人生最後一段可以完全由自己話事嘅時間。因為如此，這10年嘅特別關鍵，因為你就係這10年做你每一個決定，會決定你之後15年、20年是過得有尊嚴，還是過得好立量。今日講嘅5個準備，我再總結一次。第一，重新解散你嘅財務狀況，面對真實嘅數字，不要自欺欺人。你不是要活10年，你可能要活30年。第二，做好晚年3寶：持久授權書、預設醫療指示為用，在清醒嘅時候親手安排好你不清醒嘅日子。第三，重新定義你和子女的關係，有界線，有獨立，才會有真正嘅親情。第四，為身體退化做預防，禪肌肉處理聽力、視力、牙齒問題，主動經營社交圈子。不要等到問題發生了才嚟處理。第五，接受你會漸死亡嘅事實，然後好好活，講應該講嘅說話，用應該用的錢，留應該留下的故事。這5件事冇有一件事做唔到嘅，全部都是你今日聽完，下個禮拜就可以開始做得成困難嗎？是的，但真正困難嘅不是這啲事情本身，而是你肯唔肯面對好多人選擇逃避，選擇船到橋頭自然直，選擇等等先，然後一直等到一日。一場病，一次跌倒，一個中風，所有事情一下子全部嚟到，那時才發現船到橋頭不是自然直，船到橋頭會撞壞。我講這啲不是想嚇你，我是想你趁現在還有得選擇嘅時候去做一些選擇，因為人生最痛苦嘅不是沒有選擇，人生最痛苦的是你以前明明有得選，但你選擇你不去選擇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內容有1、2句講中咗你嘅心事，或者你覺得我真係要開始準備啦，請你在留言區打4個字。你呢4個字不是一個口號，這4個字係一個承諾，是你對你自己嘅一個承諾。我今日聽完之後不會當沒事發生，我會開始行第一步。打完之後，請你將這篇文章分享給你關心嘅人，可能是你嘅另一半、你兄弟姊妹、你嘅老友。因為一個人準備會覺得孤單，但一班人一齊準備就會有力量。最後我想同你講幾句真心話。我講你咁多年風水命理，見你咁多人，我最大嘅體會什麼？不是錢嘅問題，是心嘅問題。好多人以為晚年過得好不好，取決於有多少錢，不是的。我見過好有錢但過得好涼嘅人，也見過不算富裕但走得好嘅人，分別在哪裏？分別在於你有沒有準備。有準備嘅人，就算面對疾病都知道應該點做，就算面對死亡都冇恐懼，因為他知道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沒準備嘅人，就算有1000萬、1億1場病嚟到，一樣會驚慌失措，因為他不知道聽日會點，他不知道自己嘅錢夠唔夠，他不知道條路會點行。所以一份檔、一個安排、一次對話，這些事情本身不難。我今天想送給你嘅就是那份心安。這個頻道不會講保持年輕心態，每日笑一笑這類空泛嘅說話，我只會同你講最實在、最有用，有時甚至有啲難聽嘅說話。因為我覺得到咗我唔呢個年紀，我唔需要嘅不是好聽嘅說話，我咪需要嘅是有人對我咪講真話。如果你都想聽真話，歡迎訂閱。每個禮拜我都會分享一些別人不敢講或唔想講嘅事情，關於錢、關於健康、關於子女、關於生死。你嘅黃金10年行得好不好，不單止決定你嘅晚年，也決定你留給後代係一個怎樣嘅身影。而我相信你想留下嚟嘅係一個有尊嚴嘅背影，而是一個被人推嚟推去嘅輪椅。直到下期再見。